中老铁路作为连接中国和老挝的国际铁路，提供了集装箱运输货物的服务。中老铁路可以运输各类货物。中老铁路集装箱运输主要使用标准集装箱，包括20英尺集装箱和40英尺集装箱。根据货物类型和需求，也可使用特殊类型的集装箱，如冷藏集装箱、高箱开顶箱等。货物在装载到集装箱前，需要进行适当的包装，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。货物的装载要符合集装箱装载原则，确保货物稳定固定，避免在运输过程中移位或破损。中老铁路注重货物运输的安全性，采取一系列安全措施，确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安全到达目的地。通过中老铁路进行集装箱运输货物，可以快速安全地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，为中老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物流往来提供了便利和效率。